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粵語娛樂。1975年嘅時候，一個節目裏面，何守信忽然攬住汪明荃嘅手，就好似熱戀中嘅情侶噏笑咁。但係汪明荃其實係何守信老婆歐嘉惠嘅閨蜜。當兩人手牽手現身嗰一幕，即刻喺全香港掀起轟動。原來咁嘅狗血劇情竟然發生喺阿姐身上，真係令人咁驚訝到話唔出嚟。金牌司儀何守信嘅前妻歐嘉惠喺美國離世，終年82歲。歐嘉惠曾經係50、60年代影壇嘅當紅影星，仲有影壇美人魚嘅稱號。歐嘉惠同何守信係歡樂今宵相識相戀，1973年結婚，可惜呢段婚姻只維持咗2年。離婚後，歐嘉惠就退出幕前，移居美國生活。何守信得知前妻逝世，悲傷回應：一夜夫妻百日恩，祈願佢一路好走。何守信今年都已經80歲。據知，歐嘉惠離世嘅消息係由前麗的藝人劉偉文透露嘅，具體細節而家未知，只知道歐嘉惠生前居住喺聖地牙哥。劉偉文話，其實自己已經有10年冇聯絡過對方。知道呢個消息後，佢嘅一啲圈內好友都好傷心，包括家燕姐。兩人早喺60年代拍粵語長片嗰陣就認識，佢傷心噏媒體：我真係接受唔到呢個消息，個心好難過，希望嘉惠姐一路好走。家燕姐話自己已經6、7年冇同佢聯絡。佢講，早年去美國 San Diego 探佢，佢同佢老公招呼我去佢哋屋企。佢屋企個花園好大好靚，啲花花草草係佢自己親手種。歐嘉惠出道比家燕姐更早，家燕姐都要叫佢前輩。當年因為經常合作拍戲而關係親密，最深刻係家燕姐同歐嘉惠、張英彩同呂奇主演嘅《偷心賊》。家燕姐話，嘉惠姐當年打扮好前衛，走喺時代尖端。我最記得佢係游泳健將，游水好勁，日日都要游水。以前香港好少女星好似佢咁。家燕姐又感慨自己嘅老友一個個離開，心裏真係好難過，希望大家都珍惜眼前人。胡楓接受訪問表示，歐嘉惠晚年生活相當幸福，喺美國擁有一間大別墅，相信就係家燕姐去探望佢嗰時嘅地方。更讚歐嘉惠重視友情，每次返港都會約圈中老友聚舊。佢哋1年都差唔多通2次電話。據知歐嘉惠係丈夫參住佢行路嗰陣離世，只知道佢患病咗幾年。1955年，年紀輕輕嘅歐嘉惠就加盟咗邵氏，成為咗第一代嘅影壇明星。同佢一齊出道嘅仲有呂奇、林鳳等一班巨星。佢嗰副芭比娃娃面孔一出道就受到唔少青睞。1957年拍咗第一部電影《寶島神珠》，飾演媚清。1958年喺鴛鴦谷中飾演樂鳳英。到咗1960年仲主演咗女飛俠黃鶯，飾演黃鶯。10年間，歐嘉惠已經成為咗粵語片圈嘅紅星，名氣大噪。之後1970年轉戰 TVB， 短短5年內就深演咗超過10部作品。其中啼笑姻緣令人記憶猶新，劇集主題曲為怕哥你變咗心，情人淚滿襟，愛因早種偏撞恨海裏，更係成為街頭巷尾嘅熱門金曲。而民間傳奇同流離世界等劇集喺當時都大受歡迎。加盟 TVB 後，歐嘉惠因主持歡樂今宵而認識咗司儀何守信。當時啲何守信比嘉惠細2歲，仲係個無名小卒，但歐嘉惠卻非常欣賞佢嘅口才。何守信得到紅星青睞，自然係喜出望外。兩人快速墮入愛河，1973年步入婚姻殿堂。何守信嘅事業亦因此起飛，成為金牌司儀。不過，這段婚姻只維持咗2年。當時流傳離婚原因係汪明荃介入。這段三角戀成為咗當年嘅頭條新聞。
何守信同汪明荃本來就係同事，而且汪明荃同歐家慧仲係好姐妹，令呢條瓜更加引人注目。何守信同汪明荃嘅合作越來越有默契，被冠以金牌搭檔、熒幕情侶嘅稱號。有次喺香港嘅大型公益活動期間，TVB 嘅藝員大舉出動，何守信就特別攞住汪明荃嘅手，肩並肩行，相片仲被登喺報紙上，成為咗一時嘅熱話。話說反歐家慧同汪明荃兩位都係 TVB 嘅四大花旦，仲係好姊妹淘，但係有講有笑。有時候友情同愛情就係咁複雜。想象下，你最好嘅朋友成日同你老公出雙入對，嘻嘻哈哈，任誰都會心思思吧。就係因為咁，歐家慧同何守信返到屋企就成日鬧交，夫妻感情一日不如一日。聽講兩位更係大打出手，頭髮都扯埋，真係戰況唔輕鬆。到咗1975年，何守信同汪明荃去咗英國錄節目返嚟後，歐家慧就話要離婚，之後慢慢咁退出咗影壇，仲遠走美國定居。當年嘅歐家慧外表精緻，氣質獨特，唔單止吸引到金牌司儀何守信，連富豪都對佢愛慕有加。提到外國商人霍英東，當年就將歐家慧視為紅顏知己，連發展半山嘅豪宅嘉慧苑都係以佢嘅名命名。嘉慧苑自1971年落成後，成為港島半山區嘅傳統名牌屋苑，就連前特首董建華同埋影帝張家輝都揀咗呢度做屋企。除咗霍英東，仲有香港石油大王劉浩清，當年亦係情傾歐家慧，仲將上海一棟物業嘅租金撥作教育基金會，嗰棟物業亦命名為嘉慧苑，能夠得到兩位富豪嘅眷顧同青睞。歐家慧真係唔簡單，名下物業遍香港同上海，可見佢喺富豪心中嘅地位。不過佢愛嘅係何守信嘅才華，而唔係財富。雖然同何 B 嘅第一段婚姻失敗咗，但聽朋友講，歐家慧去咗美國之後都再婚，過緊羨煞旁人嘅晚年生活，算係另一種圓滿。最近聽講何守信身體唔係太好，作為粉絲，我哋都好擔心，希望佢能夠身體健康。今次嘅節目就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。